早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咱国内新增加274个本土病例，校正回归补添73例，死亡的有15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咱国内疫情有渐渐稳定，这是3级警戒应效，大家做伙拍拼的成果，要继续坚持落去。国内新冠疫情还咧滚价，指挥中心宣布今仔日新增加351个确诊的病例，4例是带病入境，73例校正回归，还佫有274例本土的个案。其中以新北市171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122例，桃园市27例，彰化10例等等。指挥中心分析这波疫情，伫5月13至15，阿体台北甲15。即马双北甲全国小连续升到第3级的警戒了后，5月30的阿体台已经降到1.02。这是全面真积极配合3级警戒才有效果。目前的疫情，我们是应该到了1.0，基本上朝向可控的范围在前进。那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感谢大家一起非常积极的实施这相关3级的警戒应有的作为，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一个效果。指挥中心表示，真正较常听到的阿灵达是讲长东病毒进入无抵抗力的人口族群，平均会当喂互偌济人的估计数据。不过疫情持续变化，开始出现有抵抗力的人口，都要改用有效病例再生素阿体达来估计疫情发生的时阵所产生的传染力再生素，希望会当看出一个人若去互喂着了后，可能会佫喂互偌济人。现在最新的数字是1.02，就是说目前大概平均，每一个病人可以传染另外一个人1.02个人了哈。那通常只要这个值低于1以下，那表示说这个疫情就会开始反转。另外，国内嘛新增加15例死亡确诊的个案，是9个男性，6个女性，年岁是60外岁至90外岁。无到1个月的时间，这波疫情已经超过100个人过往。指挥中心表示，为今年4月20到今，确诊人数是7080例，有1055个人达到重症的程度。这波疫情60岁以上的侪岁人，重症的比率嘛有27.5%。说，因为我们这一波这个本土的疫情，许多的这个罹病的民众比较会是年长或有慢性病的这个族群在年长者这边的比例是偏高的。为了降低重症发生的情形，指挥中心嘛计划要买相关对抗病毒的药啊，希望当减少轻重症患者的人数，来降低医疗体系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也未收煞，要控制疫情，要靠预防针。民间团体甲企业拢想要买预防针来斗相共。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讲，上活伫明仔，伊就要提出申请文件予疫情指挥中心。主治基金会昨昏发出声明，表示讲，因为透过真侪管道，想要买 WHO 认证的预防针。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目前已经有6个单位提出申请，政府会继续协助。新冠疫情扩大，真侪民间企业想要捐疫苗。指挥官陈时中总算讲，买疫苗无一定要由中央出面，有讨论的空间。主要是签约真麻烦，每一个国家买疫苗拢是政府签约。强调将要提供疫苗的会员或者是技术性资料，是药师审查过，才能授权紧急使用。一定要自己去签，那一切都符合我们的法规，那这也是可以讨论的。指挥官陈时中讲，即马已经有6个单位正式提出申请，30月早起，甲福冈县的代表见过面，未来会继续提供协助。另外，也想要透过应能基金会买疫苗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希望上班伫拜3前送文件。伊伫 FB 放一张写着台湾全岛一命的图，讲会继续努力，大家责任加油。因为除了公文的书写以外，其实这个8项内容有许多都是要先确认一些执行的可能性，所以其实不光是文字的撰写，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时间去了解实际的执行状况，所以还需要一些努力。另外，主治基金会30日发声明讲，目前正透过真侪管道买 WHO 认证的疫苗。并且会符合政府的规定甲作业流程。若是有明确的证件，会搁对外说明。自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以来，主治已经投入10亿的经费进行防疫甲纾困。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宣布成立服务窗口，企业由经济部长王美花负责，民间社团交予内政部处长陈宗彦。
收到输入的申请后，会由疾管署紧速的来确认来源。那未来再进一步的部分，我们会提供单一窗口来做协助。目前国际复工会买关招生有风险29到50万剂，鸿海英灵基金会要买500万剂 BNT 有风险，苏门学校也宣布要买1000万剂有风险，就等政府核准。记者综合报道。若咱国产的预防车也未完成2期的临床试验，疫情指挥中心就已经甲高端还有联雅签约签好势引起质疑。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国际上已经咧做主要的预防车，嘛拢还未完成3期的测试，所以才有紧急授权这项。嘛强调讲，咱国产的预防车有扩大2期收案的人数，凭 AZ、莫德纳、BNT 测试的人数拢也搁较侪。外界质疑国产疫苗也搁伫咧2期临床试验，也未解盲。指挥中心就签有采购合约，引起争议。但是中共是参考科学证据的完整性。那其实大部分在1期出来之后，我们就积极的跟各个单位就做研究，收集相关的科学的证据。那开始在那时候就开始签订契约。强调 BNT、莫德纳、招生加 AZ。拢也未完成3期试验，每一个国家就已经核准 EUA 紧急授权使用，因为若等到3期做好才授权，恐惊袂赴。对外界质疑国产疫苗伫咧1、2期临床收案的人数伤少，但是中提资料讲，国产疫苗扩大2期收案人数，比 AZ、莫德纳、BNT 疫苗的收试人数也更加侪。高端2期第一剂收试人数3852人，第二剂3815人。也若联雅2期第一剂3875人，第二剂3844人。我们这是一个扩大型的第2期，基本上也可以视为是一个2、3期的延续的一个计划。对外界质疑疫苗国家伫管袂着疫情的变化，但是中共国产疫苗的发展正早，选择定做次单位疫苗，甲世界各国比无算慢。强调疫苗是战略物资，需要有能力家己生产。政府就爱参加投资，提早甲国产疫苗签约，是为着要互厂商减轻压力，增加研发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再会关心天气，今日咱继续受方面的影响，各地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咱来看云图。今日只是方面会豆豆往北，水气就较少淡薄啊，会转做过豆了后有西北雨的天气。温度的方面，各地温度今日会略略回升。西半部高温大约是31度，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9度。另外，今年第3号的轻度风台彩云伫昨昏形成，未直接影响咱台湾。要提前乡亲的是，阁有另外一波方面，伫拜6礼拜会到位，水气有较高，雨水嘛较济，对解除考花应该有帮助。来关心前2天的黄霜雨，对咱台湾的水情算是有帮助。本地按算6月份开始，新竹、苗栗、台中、彰化要缩安限水措施，也毋过即马拢慢车实施。这2天因为黄霜雨方面影响，各地拢有落雨，尤其体考花严重的中南部地区带来袂少帮助。水库集水区累计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原本6月初1要实施的限水加强措施嘛先暂停。原定6月1号在新竹实施的红灯分区供水，或者在苗栗、台中跟北彰化延长停水8小时的这一些加强节水措施，我们都会暂缓实施。这边的方面体水库增加正万吨的水量，超过1个月的供水效益。经济部水利署参台水公司今年阁开发彰化市乌溪和平厂的复流水，希望伫6月底达到4万吨的目标。那浊度高一点，可能产水就大概只有8000；那水质干净一点，产水就可以达到2万吨。那这个预期目标4万吨是要到大概6月下旬的时候。虽然这场雨落了拄好，但这阵挖近彰化地区以及稻作的收割期，也爱特别注意短时间大雨对农作物是不是会造成伤害。针对辖区内的水闸门都要去做检修，可能会发生强降雨的那个汛期的一个灾害要妥善的去做一个准备。考花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这几天的雨水无法度完全解决欠水问题，呼吁民众继续欠用水，莫浪费，才会当做伙度过考花危机。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加详尽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印度的媒体报讲，因的政府已经甲美国的辉瑞、抑个高盛、抑个莫德纳这药厂参详买预防针的代志。也毋过，印度的卫生部是讲，辉瑞甲莫德纳目前主文的订单伤济啊，所以会影响出货。而且这两间药厂嘛，拢已经讲明啊，干那要甲印度的中央政府做生意，印度的地方政府家己买是买无的。来看联合报，司法院大法官的会议，伫去年5月29有做出大法官第791号的解释，宣告刑法第239条通奸罪违反宪法。行政院会伫去年11月份有修改刑法，要删除这一条。上立法院审议，昨昏立法院是三读通过通奸罪行入历史，咱台湾的通奸除罪法。来看中国时报。6月份6月初一开始，对今仔日开始，要用热天的电火钱来算钱。根据台电的估算，6月份到9月份，逐个月电火钱平均会加506块。电火钱虽然有起价，也毋过中油昨昏嘛宣布讲，因为疫情跌滚价，所以天然气暂时无袂起。来关心纾困进行特别条例修正案，昨昏伫立法院过关，预算是增加到8400亿。另外嘛加一条决议，讲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入境拢爱做体检，要阻挡疫情拖到外岛去。另外，这届的纾困补助有增加防疫补贴，若准厝内有国校啊以下的囡仔，也是国中、高中特殊学生的家庭，一个囡仔一个人都有1万块的补助。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11条及第19条条文修正通过。立法院甲开议会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修正案三读通过，经费上限追加到8400亿。纾困4.0针对以下对象补助，中低收入户每个月1,500，连发3个月；渔民、农民、导游、游览车司机、计程车司机、自营业者每个月发1万，连发3个月，总共3万。无社会保险会用领急难救助金上限3万，也增加囡仔家庭防疫补贴，有国小以下囡仔、国中、高中特教生补助1万。让很多孩童的这个家庭里面，在这段时间内所产生的个焦虑跟教育上面的不便，所以推出了孩童家庭防疫补贴。那这方面呢，已经有涵盖有245万人左右啊。行政部门要怎么样用这个8400亿最高的上限，这才是重点。也因此，我们要求在这个礼拜，行政院会、国发会要把相关的使用规划都给提出来。民进党团表示，这摆对家预算也编列全民免费做疫苗费用，因行离岛出现确诊，立院也通过附带决议，金门、马祖、澎湖等离岛入境全民普胎，要伫1礼拜内设置完成快筛站。下节会期开始，会成立疫苗调查小组，搁开会。疫苗采购的115亿，到底现在付出了多少？还有多少还没用完？未来还要增编200多亿，整体上面这样的采购钱是编了，花不出去的原因是什么？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指出，为避免群组去年申请已经符合资格的纾困对象，会直接汇入口罩，上紧6月初时发放。今年新增加纾困对象，行政要求各部会赶紧规划，线定申请作业，可简化流程，降低临柜人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5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51例，目前咱台湾是8511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2800万例，巴西超过16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5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72万例。镜头来澳洲的维多利亚又搁发生本土病例，到昨昏31为止，已经有51个人确诊。另外，英国即马拍算要全部解除封锁，也毋过有专家是警告讲，可能会受变种病毒的威胁，就要细致。啊，若伫法国，因为举办一个5000人的实验，要了解病毒是安怎传的。以纽西兰原住民毛利人的欢迎仪式，
迎接重要的人客。澳洲总理莫里森30起南岛的防护阵，甲纽西兰总理阿尔登会面，讨论两国重新启动边境甲中国的议题。这是从疫情大流行1年3个月以来，两个人头一届见面。澳洲维多利亚省最近阁爆出本土病例，随实施7天的封城措施。31阁新增加11个确诊，累计这波感染的人数增加到51个，其中包括一个长照中心的员工，因为内底大个人并无全部拢注疫苗，即马情形是真紧张。This particular aged care facility has gone into further lockdown. Residents have been confined to their rooms and isolated immediately. 伫咧这个时阵，英国的疫情有较缓和，豆豆加强全面解除封锁。不过，国内的公卫专家却警告讲，要解除封锁一定要真细致，而且真谨慎。The first is that this variant is significantly more transmissible, and we're seeing that in the rapidly rising infection rates, and that's a real concern. And then the second is that we know we've kind of got lots of people who, because hospitals are so busy at the moment, we're concerned that even small numbers make a difference. And the final point is we've got a lot of people that we still need to vaccinate. 伫附近的法国展开一个疫情的实验，摇滚乐团印度支那2号伫巴黎碧色体育场演出，现场约25000个歌迷来听歌。这个人检测爱是阴性，而且伫内底爱挂吹暗，不过免保持社交距离。另外，还有2500个人加做对照组，因是踮伫咧厝内，要用这个实验来了解演唱会敢会加做疫情的空芳。实验的结果按算伫咧6月底公布。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镜头来印度来关心印度第2波疫情已经炭烧1个半月，虽然目前逐天新的病例数有较少淡薄啊，不过死亡人数也是拢有超过3000人以上。疫情持续滚价，医疗资源欠缺，即马传出有人卖假药啊，阁有护士摕盐水加压做大重的工吊电池，也有人摕灭火器讲这是上诉桶。首都的警方上无已经抓到350个诈骗的嫌犯。印度的疫情有小可较稳定，4月20宣布封城的新德里8月开始，建筑工地甲制造业会当恢复营运，真侪义工阁转去工作。客运站阁看到人客。官方的资料显示，伫过去24点钟久，新增加的确诊人数已经降到152000多人，也毋过一天的死亡人数依然有3100。Now, despite total number coming down, we still have a very high mortality rate. That means the number of sick patients or the critical severe patients are still coming, and most of them are those who have not got themselves vaccinated. 伫一寡死者内面，有真侪人是食着假药而死亡。印度这波疫情大爆发，造成医疗体系崩解。真侪病人因为欠上诉、欠药而过身，为了要救家人的性命，真侪人去介绍较贵的乌市买药啊。दवाई हमें जो मिली वो मिली ब्लैक से। पहले दिन मैंने एक डोज लिया 28,000 रुपए का खरीदा एक डोज। दूसरे दिन मैंने 3 डोज खरीदे 28,000 रुपए के। फिर तीसरे दिन मैंने 2 डोज खरीदे 30,000 रुपए के。不过，真侪人开比市价贵5倍介绍所买到药啊，根本拢是假的。警方查到有护士用生理实验水加做药啊，也有人摕灭火器做上诉桶。刚若新德里警方就抓到350个卖假药的诈欺犯。有警察讲，伫这个时阵，佫卖假药啊害人，是触犯领导罪。要招名的名称推文讲，这个人根本就是禽兽不如。हम देख रहे हैं कि किस प्रकार से देश पूरी ताकत के साथ कोविड-19 के खिलाफ लड़ रहा है। पिछले 100 वर्षों में यह सबसे बड़ी महामारी है। 伫疫情得到全面控制进前，印度总理莫迪礼拜伫咧例行广播演讲时阵，鼓励全国嘅民众努力对抗病毒。伊家担心，虽然已经过5月初9嘅高峰期，不过疫苗嘅数量无够。真侪所在无法度替45岁以下的民众做，民众若是无法度减少关注，有可能佫发生第3波疫情。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来关心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丹麦甲几啊间欧洲媒体也讲，2012年至2014年，捌透过丹麦的海底电缆电网来偷听德国、瑞典、挪威甲法国的头人咧讲话，而且当时咧做副总统的美国现任的总统拜登，因嘛有介入。即马法国的总统马克宏，也有德国的总理梅克尔，拢要求美国甲丹麦爱出面讲互清楚。
身为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高级官员，互人偷听监视，果真做一份调查报告。德国总理梅克尔、法国总统马克宏要求美国甲丹麦甲代志讲清楚。Nous avons demandé à ce que nos partenaires danois et américains apportent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sur ces révélations et sur ces faits passés. Et donc nous sommes en attente de ces réponses. Ce sont les personnes qualifiées. 美国丹麦对这份调查无回应，不过丹麦国防部长布兰文森讲，系统性的接听朋友是无法度接受的。Dänemark, die dänische Regierung, die Verteidigungsministerin sehr klar gesagt hat, was sie von diesen Dingen hält. Und insofern sehe ich eine gute Grundlage, neben der Aufklärung des Sachverhalts auch wirklich zu vertrauensvollen Beziehungen zu kommen. 听起来袂出敢若是间谍手段。根据5月30欧洲媒体一份联合调查报告，丹麦情报机构捌伫咧2012到2014年之间，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欧洲友邦的政府官员，包括挪威、瑞典、法国、德国的高官，包括德国总理梅克尔、迄当阵的外交部长施坦迈尔，甲迄当阵的反对党领袖施泰因布吕克。Also politisch halte ich das für einen Skandal. 报告讲，美国是透过丹麦网际网络海底电缆窃听、密码、简讯、网络顶的搜寻甲开讲的对话拢总录来。丹麦政府至少伫咧2015年就知影，不过拢无对外讲。丹麦特勤专家博里斯认为，丹麦政府单位伫咧经兵起来时阵，最后决定甲美国人合作，对抗因的欧洲伙伴。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辑。今日国际上有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WHO 是宣布讲，未来变种病毒会改做希腊字母来号名，会按照顺序叫牌，和取代原本用地号名放伫头前的叫法。来关心秘鲁的疫情严重，秘鲁的政府修改死亡病例认定标准，地数大增加9万人死亡。这案例目前因为疫情死亡的案例已经超过18万例。来关心世界卫生大会第3份闭幕结束啊！今年国际上支持台湾的日头更加拔甜，除了有咱14个友邦以外，美国、加拿大等5个国家嘛支持咱台湾爱参与 WHA。镜头等下来关心最近国内针对马预防射的问题，大家是一句来一句去，甚至有人讲刁难马国外预防射，就是要查咱国内出预防射的公司的股票。总统蔡英文伫昨昏是亲身回应，总统是表示讲，政务委员内底无人咧炒股票，嘛强调家己的国家若无预防射，就要看别人的目色，国家一定要有生产预防射的能力。国产疫苗两大厂高端甲联亚，目前拢还未进入3期临床试验。不过卫福部30口家厂商签约，各卖500万桶。加上高端股价在几个月起几啊倍，引起民代质疑有特定因素，结果难查股，也互民众烦恼国产疫苗安全性。总统蔡英文31亲自澄清：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要争取国产，就牺牲对于疫苗品质和安全性的要求。我要严正的声明。相关的财产申报资料都是公开透明，大家可以去查证。我们也做了内部清查，相关政务人员都没有炒股的问题。蔡英文表示，国际疫情严重，造成疫苗供需有真大落差。政府已经积极督促核定的厂商，希望量早供货。对热心企业也是宗教团体愿意帮忙找买疫苗管道，政府也同意参考提供相关协助。也不过表示，国产疫苗的战略重要性。以现在国际疫苗的供给情况，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供给能量，就会处处受制于人，也会因为国际供需失衡而受到影响。因此，拥有自己可以供应的疫苗，是我们国家战略的优先项目。另外，31三读通过纾困特别条例，将预算总额上限提悬到8400亿，有计纾困4点控，相信伫6月初时上路。蔡英文也特别感谢立法院另外4年指挥官陈时中宣布疫情已经有转好。蔡英文也提醒民众，也是爱保持警戒，避免外出关注，同齐守护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增加274例，也有高症回归，补填转来73例。咱台湾的本土病例目前计共7322例，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1000个
所在包括新北市有3495例，伫台北市有2718例，超过100例县市，桃园有357例，彰化有157例，台中有133例，伫嘉南有131例。另外，10项死亡的案例有搁增加15例。目前咱死亡的人数是124个人。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58,511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今日早起上新的数字。来关心台北市10项新增加122个本土病例，市长郭文铁是认为讲，目前台北市的疫情算是有受到控制，嘛讲若是搁安尼管制3个月，夭死的会比破病死的也搁较济。要控制疫情，一定爱靠预防针，也毋过中央政府伫头推广国产的预防针，郭文铁嘛呛声讲，即阵爱考虑国家利益，毋是这两间生技公司的利益。按照目前的管制方式，再拖3个月，饿死的会比病死的多。5月31日，台北市新增加本土病例122例，不过就算确诊的人数有较软和，嘛袂当放零。台北市长郭文泰认为讲，要甲疫情压落来代价是真大。现阶段实施3级的管制，所有的活动拢暂停，餐厅、夜市嘛拢休困，已经带来冲击。也若疫苗是目前对抗疫情的解药，不过中央一直咧扫也未解放的国产疫苗。郭文泰今仔日是搁一届甲中央碰。中央政府要考虑的，你是要扶植本岛生技产业的发展，还是整个台湾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我都在思考。所以治疗病人不是治疗病那所以是考虑国家的最大利益，不是考虑2家生技产业的最大利益，这个要想清楚。郭文泰甲中央化讲，政策的价值爱讲互清楚。也若新北市规划大型主疫苗站、甲快筛站，郭文泰哪像无要缀咧做？伊认为说快筛站爱有科学的基础，也若主疫苗是爱看供应量来规划。6月7日，中央会阁发予台北市56000档的 AZ 疫苗，要是以公费第1至第3类的人优先来做。不过郭文泰也是感觉头壳摸咧烧。每天我都搞不清楚，常常是他们也搞神秘嘛常常前1天2天才跟你讲说，这个给你多少。那我们一下子多一下子少，坦白讲，那个生产线很难规划，所以这也是我们目前的困扰嘛。观察台北市快筛阳性率的人数有伫降低，不过分布的区域毋若伫网架，嘛透到其他行政区去。台北市府实施快筛阳性分流，嘛制定确诊者相关的计划，以患者的症状来分级。重症的人是以救护车来送病院，轻症的人或者是有状况的，透过专职防疫巴士送去集中检疫所。若无症状的人是以年龄来区分，55岁以上或者是有慢性病等等的患者，是由防疫巴士送去集中检疫所；也若55岁以下的，是居家隔离17天。健康中心会逐工联络甲关心，防疫就跟咱作战同款，每一步拢会真尽心。不过速度来要安怎做，郭文泰讲也搁伫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是目前国内病例数上侪所在。新北市昨昏又搁增加171个本土病例。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疫情看起来是有较短好，也毋过搁爱观察2-3天才知。也若未来大家一定要注意预防针，所以新北市政府已经量早传好势，准备大型的预防针注射站。疫苗还未到位的时，就先当作体检站。新北市32日增加171例本土个案转来上济，确诊人数前3名分别是中湖、棒球、永湖。按过30体检阳性率是1.9%。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疫情有转好现象。新北32日也增加4个疫区防疫中心，包含树林、五股、汐止甲土城。6月7日佫会增加淡水甲泰山2区，未来应行全民注疫苗。新北市府提前部署大型疫苗站，讲是全国第一座疫苗注射站。我要找一个最大的场所，让市民朋友可以开车，可以骑摩托车，离社区有一个距离。然后我们开始做了18个快筛站口，那其中第3个在6月3号，我们就先正式成立。因为目前无疫苗先做快筛站使用，一天上济用采检3600人次，按算6月初3正式成立。面对外界质疑，中央配发的1.8万剂 AZ 疫苗，在大都当中做的速度上班，30甚至暂时停止卖注。侯友宜为1号发挥区甚至后天。我每一次在打疫苗的部分，他们很想打，
他们有时候就为了工作上，他们不得不只有利用抽空的时间再出来打。市府强调1.8万剂会伫31驻还，中央第一批配发的3.9万剂的疫苗，会做出以上紧的速度来驻还，经销也伫做的范围内。另外，避免市场正做防疫空芳，真济县市宣布依照身份证字号单号甲双号自主分流。不过新北市无对咧做，爱休168市场自治会主题分流管制，做袂好就停业。我们一定会全面稽查，如果做不到就停业。只要你这个方式是有效的，我们尊重整个管理。新北统计4万外笔的确诊卡车当中，以居家周边上济占71%。好友也呼吁市民为外口倒来，也是挂喙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偏乌嘛出现本土病例，验过这个负责人已经昏迷，警方正在透过伊的手机了解伊的行踪。即马嘛传出甲伊同齐食饭的朋友嘛确定去画着。另外，为着阻挡疫情，对昨开始要飞去外岛，爱先做体检，体检阴性的人才当过去。指挥中心公布，澎湖县出现第一位确诊案例，8433姓名夫人，15号为澎湖坐飞机到台北做未来中心来工作，20号搁为高雄登去澎湖，27号肺部出现状况，29号前往马金一间诊所来看诊，转送病院急救。今日在负压病房内底是昏迷插管治疗，其中在高雄的行程包括着5月18号坐高铁到左营站，20号透早到合作金库来领钱，下晡3点到小港机场坐飞机登去高雄，因为确诊的时阵已经昏迷。县政府正在想办法来确认伊的行踪，启动了相关的一个调查，除了了解他周边的一个接触者去了解他的一个足迹之外，也启动了手机的一个定位，还有通联记录，来追踪他的一个活动范围。澎湖县嘛为伊的行踪来做一调，发现另外一名朋友 PCR 阳性，这名50岁左右的女性，22号甲24号2届，甲第一位确诊的妇女来作为食暗顿，24号出现着感冒的状况，到诊所来看医生，28号是到商场来买物件，30号下晡是到病院检验确诊。因为马祖甲澎湖连续出现确诊的案例，以前指挥中心决定要伫香山、台中、嘉义、台南，还有小港机场来设体检站。我们为了要确保离岛。也支持离岛在维系它的医疗量能状况。那我们会在这个国内的5个机场来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要去离岛的旅客坐飞机进前爱来写健康说明书，有症状的人袂当坐飞机，并且爱接受 PCR 检测，也是过去14天内底有症头，必须要现场来快筛阴性才当坐飞机。检验阳性的民众必须要进入到后续的医疗流程。只有2礼拜以来无症状的民众，才当坐飞机去离岛。另外，中文的部分，临港县政府嘛联络港务局，伫咧基隆港来设快筛站，比较坐飞机的开检的原则，为者坐船去马祖的旅客来提供快筛，还有 PCR 检测。记者张志阳、张良雄台北报道。来关心家己的养殖业，真正是因为靠花无落雨，渔民敢若会当抽地下水来用。加上前几日有落大雨，渔民嘛赶紧把握机会，利用附近的大排来加水。大排的水用储水管豆豆抽入来鱼窟仔内底，渔民就惊一摆入上济，水质变化上大，影响到鱼窟仔内底的鱼仔。昨家己关雨水落袂少，一直等水的养殖渔民总算是会当较安心。像我本来水位是完全是0的，是整个大批批然后现在已经涨了大概有1/3的水量。对啊，然后如果还有别人的，就是最近会有人收成嘛，他们只要把他们的那个水排出来，我们就可以多加减再录进去我们的余温了。渔民表示，顶一阵因为无落雨，再加上天气热，大家拢是抽鱼窟仔下骹的水来替换，但是时间久来，水是愈来愈少，而且水的咸度愈来愈悬，加在昨落雨，暂时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昨拄落这个雨来了适时来甲咱补充咱这个水质，含这个水源，对咱后壁为的整个咧饲养来讲，甚至包括咱鱼仔的成长、增长，拢会加有足大的帮助。发展协会表示，昨落雨的时阵，阁有4人拍到变电箱来停电，有造成渔民一寡损失。但是昨的雨有160公里左右，对渔窟仔来讲是上适合的量，总算是解决这半冬来上大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来看一个上新的现场，这是本土疫情也咧滚价，疫情指挥中心伫早起甲下晡拢有召开记者会。指挥中心伫开全国防疫会议了后，即马正在开记者会来听上新的说明。医疗院所有一个安全存量的值，那我们现在也有请他们可以将这个安全存量的值可以提高哈。那双北的部分呢，从6月1号起会配发2倍的安全存量。那请地方政府还是要持续关注各医疗院所及第一线防疫人员的口罩使用的情况，就防疫物资的使用状况哈，以符合防疫相关的指引规定。那我们也特别提醒，因为现在进入汛期，那也要注意防疫物资的保存，那避免这个受到那个地方如果储存的地方是一个易淹水的地区或要特别去留意，那也注意防疫物资的受潮。那也特别再提一下，那我们针对双北，因为疫情3级警戒的关系，那双北地区的区域医院以上的医疗院所，我们会在今天开始直接拨防疫物资到区域医院以上的这个医疗院所。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双北地区的医疗院所的这个安全存量呢，也会调高到2倍的安全存量。那这个我们就特别再次的今天上午的会议里面提醒所有的县市政府，那我们在拨付这个防疫物资的时候，也务必要注意医疗院所存量的使用状况。那地方只要发现低于安全存量需要拨付，就立即跟指挥中心反映。这个是今天又再次来提醒地方政府。那第二个呢，我们对于这个确诊者的重症收治的部分，那请各地方政府卫生局来配合协助，每日用 Google 的表单将确诊者动向回报指挥中心。那这个是为了要掌握这个相关的资讯，那所以指挥中心有请地方政府在每天6点的时候要来做回报。那也希望就算是因为在资讯的取得各方面，地方政府有一些实际的状况困难没有关系，但也一定要务必在当天晚上之前。这是目前疫情指挥中心针对病院内底医疗物资到医疗量能上新的说明。继续来关心，伫新北市的双和病院有一个确定病例，这查甫人昨昏是凶举刀攻击3个医护人员，造成医护人员受伤，加在拢无性命危险。因过市长侯友宜要求警方一定要调查。另外，受伤医护人员病院嘛会继续观察，看因敢有去围着。为本受伤的双和病院护理师，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病院提供上好的医疗照顾，阮会当安心搁送红包递件。压惊，希望你都能够平安，爸爸妈妈也平安，大家平安，双儿也当平安。侯友宜等官员往过来慰问，因为31早起双和病院11楼的负压隔离病房，一名姓洪确诊者提水高刀攻击3名护理师，造成3人腹肚胸坎受伤，紧急治疗了后，好佳在拢无性命危险。警方接到报案，马上穿全套防护衫，将伤亡病人制服。同性的男子，他是确诊的病患，然后因为他想离开，然后遭医务人员的制止，然后持刀来伤害我们的护理人员。因为嫌犯是确诊者，虽然3人有穿全套的防护衫，也是引起受伤的护理师是不是有感染风险的讨论。市府强调，院方会协助伤者采检继续观察。侯友宜也要求警方彻底查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跟警方一样，都是在保护市民的安全，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警方绝对不容许这些医疗暴力的发生。因为中和分局侦查队有2人确诊，专队居家自主管理，勤务由新北市刑大接管侦办，考虑嫌犯是确诊者，上考了后先安置伫隔离病房，专案以杀人未遂、医疗法定罪嫌来救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镜头来高雄，高雄市本地有24台防疫计程车，即马是搁要招50台，稳涨的薪水会提悬到每工有5000块。有的司机是讲愿意，也毋过嘛有人烦恼会去围着。交通局是表示讲，会安排防疫计程车才会稳涨，大声注意风险，增加保护力。车载人客结束，规台车爱大消毒。
防疫期间，高雄市有24台防疫计程车，专门载伫处理隔离的民众。即马交通局想要搁招50台，逐工薪水对3500块提悬到5000块。即礼拜开始接受报名。一工是3500啦吼，啊，阮即马甲增加变5000吼，啊，遮个人吼咧使用就是讲，咱若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部分吼，伊若有迄个不是因症就医的，或者是裁剪的吼，也是要去迄个奔丧的吼，拢当使用这个防疫计程车。防疫升级，客程车生意真正足歹。运将讲以前伫高雄车头排班，一工会当走1000外块，即马等规下晡走无2-3逝，生意6-7成。毋过，这个运将对防疫客程车拢无啥意愿。无意愿，你再这我就无爱。就是无爱啊。就是无爱，会惊啦，敢是？哦，这个很麻烦哦，还要整车消毒。基本的司机，我们就是有一个护面罩，然后口罩、手套，然后我们的衣服。交通局表示，过去防疫客程车一工做8点钟，逐个月会当赚9万至10万块。除了基本的消毒，交通局嘛安排运将注意风险。虽然有运将表示无意愿，第一工嘛已经有10几人来报名。记者大家温华为做高雄报道。来关心，现今年已经推出新的纾困方案，不过劳工团体是批评讲，这届方案是直接抄旧年的，因为拢爱把事业单位，也是爱透过职业工会投保，才有通法度申请补助，所以真侪劳工根本就领无。三级防疫到大，真侪店头生意大受影响，有的甚至暂时关门，互员工放无薪假。劳工团体3日伫线顶的记者会批评，即摆受创的产业有真侪来私营的小店面，甲旧年的旅游业等等的形态无同。政府的纾困补助无应该阁抄旧年规定，爱绑事业单位，也是工会投保才通申请，安尼会互真侪劳工看会到，食袂到。就像我们的 KTV、小吃店，还有一个零售业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些店家如果客人没了，生意掉了，他就是把门关一关。雇主会不会再跟你去大会周章填写政府的一些表格来申请，来提出证明？他不会，更何况他也不会设法去留住原来的那些人，他重新再招募人就好。劳团指出，成本价的店头假使雇主无通报，劳工就领无，嘛有因为超过职业工会薪资投保结构标准，所领无补助的，阁有自营者亲像摆大的，有的其实无投劳保，真侪过去出现的问题，若照旧年的纾困模式，恐惊会造成另外一种乱象。如果没有参加劳工保险的，那么劳动部这边的补助他领不到，他可以到卫福部去申请急难救治。可是急难救治这个区块，因为认定混乱，去年就造成了所谓宜兰花之乱了。劳工团体呼吁行政院就要互劳动部直接处理，全部有关劳工的纾困，钱嘛直接拨予劳工。劳动部是回应自营者等等的劳工相关的补贴，原则上会直接汇入劳工的口座。嘛希望劳工朋友有问题，先莫到银行柜台，也是各职业工会来问，减少群聚感染，会赶紧制定相关的方案，再来对外宣布。记者陈雅文随台北采访报道。有真侪来咱台湾做看护的外劳，因为劳动条件较歹，若准有机会，拢会转去工厂做事，因为薪水加较悬。若即阵较欠工，因为疫情的关系，外劳嘛真学即摆咱台湾，就惊家庭的看护会欠人，所以劳动部即马正咧研究讲，要限制转换头家、转换头路，也毋过这是引起劳工团体的不满。真侪外籍移工原底伫台湾做照护的工课，福利收歹，阁欠真侪保障。若找有机会，就是要转换来工厂。不过，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体外表示，劳动部即马是开始要限制这个转换的权利。现在因为家庭看护工是完全没有劳动法令保障的嘛，所以他们的薪资只有17000，然后工作可能24小时，然后可能是整年都没有休假或3年都没有休假的。那这样子一个劳动条件，相较于制造业是非常非常低落的。那都一样的这个缺工的状况之下，
但是新的还没有办法进来，导致说这个有一些家庭看护工的移工就想说想要转换到厂工这边来工作。那当然我们也有观察到这个数字上面的确是有增加的情形。那对于家庭的这些雇主来说呢，他们会很担心说这个移工转出去之后，对他们要照顾这些失能者的确会有一些影响。听我讲，原本劳动部伫5月13有安排一个会议要讨论，但是煞因为疫情取消。劳保的移工团体有收到劳动部的公文，要求伫收到公文7天以内爱提供意见，因是认为这实在是伤赶，要求劳动部改时间。但是劳动部表示，这个议题伫过去已经有真侪讨论，各团体应该是拢有想法啊，而且即马是先统整各界意见，还未到修法的定数。我们是希望说，先各自利益团体表达他们的意见，收集完意见之后，后续还有要修正法规、做法规的预告。那预告期间也还可以再表达意见。体外嘛讲，照护移工会想要转做工厂的工课，是因为照护工的保障实在是伤歹。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为照护工的福利开始解决。劳动部讲会来关注这个议题。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南美洲的秘鲁宣布讲，民间有一款传统舞蹈是因国家的文化遗产，不过这款音乐甲舞蹈嘛是隔壁国家玻利维亚的特色。玻利维亚即马早一步打算要甲这个传统舞蹈申请做文化遗产。形容5花10色的服装，得到音乐伫真有名的奥鲁罗狂欢节跳着莫雷纳达舞。奥鲁罗狂欢节是玻利维亚每年伫家伫咧奥鲁罗矿业小镇所办的狂欢活动，时间1礼拜。这段期间，大家穿着美丽服装，伫咧路下跳神鬼舞，用特殊的方式狂欢。毋但是政治正性社会表现，也甲宗教传统文化融合做伙。La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la Educación, la Ciencia y la Cultura, UNESCO, ha declarado el año 2001 como obra maestra del patrimonio oral intangible de la humanidad al Carnaval de Oruro y sus danzas. Entre ellas, la morenada, los caporales. 沿过玻利维亚北边的国家秘鲁，进行宣布莫雷纳达舞是因东南部城市普诺的国家文化遗产。对此，玻利维亚文化部强调，莫雷纳达加卡帕尔舞是玻利维亚历史建构的一部分，因此宣布成立舞蹈委员会，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要向联合国教育文组织申请，这款舞蹈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秘鲁文化部讲，两个国家拢传承安第斯山的国外文化，因无被夺占。Hay una serie de expresiones que no conocen fronteras. Creo que ahí nosotros no pretendemos arrogarnos el origen o la exclusividad de este baile que tiene sus características muy propias acá en Puno, seguramente distintas de aquellas que se producen en Bolivia, y nosotros somos, como hemos dicho en el comunicado también, respetuosos de las diferencias que existen. 秘鲁文化部讲，东南部城市普诺加玻利维亚的地理各个区小化，希望艺术会当跨过边境，超越国界，互相交流。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澳洲有艺术团体用画图艺术治疗退休的军警也有救援人员的创伤压力。那伫英国是有一间特殊学校饲真侪种温顺佮古锥动物，帮助这个特殊的囡仔稳定情绪。英国威尔斯南部的德黑兰中学最近迎接2只 AI 山羊假日，古锥模样真紧得到学生的心，愿意照顾佮甲因互动。If you're having like a bad day, like you could just come, you could express your feelings, and you could just come and you can spend time with them. 这间学校主要收容特殊需求的学生，包含自闭症，或者是捌伫厝内底，或者是伫校经过重大身心创伤的囡仔，校内长期饲养到加压这的温顺古锥动物，互学生照顾建立责任感。Watching our young people with such diverse backgrounds coming down, so like sitting, talking, and opening up about like issues and problems in their lives. It's been fantastic. 伫澳洲第一线军警甲紧急救援人员，常常伫事故或者是战场面临家己或者是同胞救赎医生流露心生永久的伤害。有人成立艺术治疗团体，互共款经历人做伙，透过画笔慢慢画出内心世界，互相交流安慰。I was at fault for that, and I got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stuff from that, and because I come very sick myself,
So I had to get rid of the stress out of my life, and I thought this was. 这团体共同创办人郑经国奥利弗10年前当地的时阵出意外，车落地170公尺的山坎失去驾手，了得到忧郁症加创伤症候群。成立这团体也互家己得到安慰。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看一款稀罕的动物，2年前伫加拉巴哥群岛有发现一只母的象龟，方只是讲这是100多年前就已经消失的物种。目前这只象龟应该有80岁至100岁。科学家打算继续调查，看伊敢有共类，若是有，安尼复育就有希望啊。目睭大大蕊1年，颔管啊长甲长长慢慢白。加拉巴哥国家公园加保育机构2年前在登记费兰迪纳岛探勘，发现这只正罕见的象龟。经过耶鲁大学科学家用1906年所摕到的象龟的样本做基因比对。证实是100多年前就认定已经绝种的费兰迪纳象龟。Este es un hallazgo de los más significativos que el Parque Nacional Galápagos ha tenido y que hemos podido informar al mundo el día de ayer. Es un sueño, es una esperanza para una nueva especie de tortuga en Galápagos. 科学家讲，加拉巴哥群岛的象龟种类有15种，因为人类掠捕加火山喷发的威胁，已经有2种绝种，其他是强要绝种。这边又发现费兰迪纳象龟保育人员想要给复育。Esta tortuga se calcula que tiene entre 80 y 100 años y pesa 30 kilos. O sea, es una tortuga muy antigua, de bastante edad, pero tiene un peso pequeño porque su porte, su talla de por sí es pequeña, al haber vivido confinada en este espacio durante mucho tiempo. 研究人员按算伫今年底，估计费兰迪纳岛调查。希望找到更加侪伊的共种的伴，来进行复育计划。过去科学家也捌伫咧加拉巴哥群岛的平塔岛发现最后一只极度濒危的公象龟，该号名叫做吉莫乔治。迄当阵科学家一直想要替伊探后代，拢失败。尾仔吉莫乔治伫2012年死亡。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1度；伫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祝亲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